要求生的，需要的马照顾。好吧，他们前面就出的那边，前头的俺能进来的前头做，好吧，他的马的前头做，前面的前头不能压他的。听懂我呢？他他妈的给起来去弄，他妈的给起来先，路上给那是那个，就把路敲出来，对不上的，马的人。잘하동네. 잘하동네. 잘하도다 되면 어디 좀 용도 돌아. 이미 되지. 지난 또 다시. 抖音